如果你屋企成日有人病，真係要認真睇下風水有冇問題要。好風水養人，差風水傷身，呢句真係冇講錯。以下8種家居佈局最損健康，快啲檢查嚇你屋企有冇中招。第一，屋企陰濕，牆身發黑剝落，呢種環境濕氣重，細菌滋生，好易搞到皮膚病、風濕同各種慢性病。記住要多通風、多曬太陽，牆身發黑要快啲翻新，做好防潮。第二，唔規則房間用嚟做睡房或廚房，尖角沖射，氣場亂晒，影響全家健康。呢類房最好淨係做儲物室算啦。第三，橫梁壓頂，尤其係壓住床頭、書台或者飯台上面，會令人精神壓抑，甚至引發情緒問題。如果改唔到，一定要用假天花包住佢。第四，鏡對鏡，輕則影響瞓覺，重則形成鏡陣，令人頭暈目眩，擾亂心神，甚至招惹啲唔乾淨嘅野影。第五，廁所浴室正對或者貼住床，水氣直衝，濕邪入體，對健康非常唔好。如果難改格局，冇必要加道門或者屏風遮住。第六，床底堆滿雜物，唔單止床污納垢，滋生蟎蟲，仲會阻住地氣流動，影響你嘅睡眠質素同淡。第七，床頭掛巨型厚重畫框，裝飾易輕巧，既笨重，萬一掛鈎鬆脱跌落嚟，後果真係不堪設想啦。第八，屋企油煙，異味四散，廚房、廁所要勤力打掃，杜絕臭味。屋外如果有長期臭氣來源，寧願封窗，只留採光，都唔好俾濁氣入屋。記住啦，屋企係養命之所，唔係藏污納穢嘅地方。睇完快啲行動，健康自然返嚟。